创世纪第29章，雅各到拉班的厝。雅各继续行，去到东方的人的地，伊看到野地有一口井，有3阵羊倒伫遐，人拢抢迄口井的水，互羊啉。井用大块石嵌着，平时羊群聚集伫遐。顾羊的将石头刷开，抢水互羊啉，才搁将石头刷倒去原位。雅各对因讲：“朋友啊，恁对倒位来？”因讲：“阮对哈兰来。”伊问因：“恁兼捌哪好的孙拉班？”因讲：“阮捌。”雅各搁讲：“伊有好势好势无？”因讲：“有。”你看，伊的查某囝吕杰带伊的羊群得来。雅各讲：日头还遮大，还未到赶羊转去的时间，哪会毋互羊啉水，搁去食草？因讲：阮还袂当，着听候所有的羊群拢到，牧者甲石头刷开，才袂当互羊啉水。雅各伫甲因讲话时，吕杰带因老爸羊来，因为是伊得顾。雅各看到母舅拉班的查某囝吕杰甲拉班的羊群，就进前将石头刷开，互拉班的羊群啉。雅各斟吕杰，甲伊请安，佮大声吼。雅各甲吕杰讲，伊是因老爸外甥仔。是利比家的囝，吕杰就走转去甲因老爸讲。拉班听到外甥仔雅各的消息，就走去接伊，甲伊揽地，甲伊斟，带伊去因兜。雅各将代志的经过甲拉班讲，拉班甲雅各讲，你真正是我的骨肉至亲。雅各就甲伊住一个日。雅各甲拉班做工，拉班甲雅各讲：咱虽然是亲情，我哪通互你白白甲我做工？你得甲我讲，我得互你偌济工钱。拉班有2个查某囝，大的叫做利亚，小的叫做吕杰。利亚目睭水，吕杰身材好，生做水。雅各爱吕杰。就讲，我愿意为着你的细汉查某囝吕杰做工7年。拉班讲，甲伊嫁互你，比嫁互别人较好。你甲我住。雅各就为着吕杰甲拉班做工7年，因为深深爱伊，7年敢若亲像规日啊。雅各对拉班讲：7年满啦。请你将我的某互我通甲伊结婚。拉班办倒请迄所在的人，到日暗，拉班将伊的查某囝利亚送来互雅各，伊就甲利亚同房。拉班将伊的女婢识拍，互伊的查某囝利亚做女婢。到天光，雅各一个看到是利亚，就对拉班讲：你若会安尼对待我甲你做工，竟毋是为着吕杰，你是安怎欺骗我？拉班讲，还未嫁大的，先嫁细的，伫阮遮无即个咧。你甲利亚7日的喜事了后，阮就将吕杰嫁互你。毋过，你着搁甲我做工7年。雅各就照安尼做，伊甲利亚做伙7日了后。拉班就将伊的查某囝吕杰互雅各做某。拉班将伊的女婢辟拉互吕杰做女婢。雅各嘛甲吕杰同房，伊较疼吕杰，就搁甲拉班做工7年。雅各的儿女，上主看到利亚无受疼惜，就互伊怀孕。毋过吕杰未生，利亚怀孕生囝，
就甲伊号名叫做路边。伊讲，上主看见我的苦情，但我的丈夫袂听我。伊阁怀孕生第二个囝，伊讲，上主听见我无受疼惜，所以阁互我这个囝，就甲伊号名叫做西面。伊阁怀孕生第三个囝，讲，我甲丈夫生三个囝，伊袂甲我结连，就甲伊号名叫做利未。伊阁怀孕生第四个囝，讲，即边我要称赞上主，就甲伊号名叫做犹大。利亚就无阁生。